在7月期间呢，风台搁加大水雨，互台南甲高雄真侪所在，这电信甲网络拢袂通。这立法院是来针对风灾过了抢修的机制来质询。中华电信表示讲，已经加派卡手来抢修，也毋过因为这大雨落几啊天，有计上紧也着8月15才通完全修复。 但那是风台7月初罕见的为家己登陆，造成中南部受灾严重，加上最近南部大雨不停，造成包括台南、高雄等地有望有住户电信断线。另外一切是针对风灾了后的断线抢修机制，正向全报告甲质询，立委直接问中华电信抢修量敢是有够？现在还有中华电信的用户市话跟我们的这个手机还有用户无法使用嘛？ 一天现在修复能量大概是300到500哈，从台南跟嘉义这部分。那我们预期本来8月6号全部就修完了哈，那最近这个雨又来了哈，可能我们会再依照这个户数来讲，可能会到8月15到20左右啊，看天气的状况哈。 因为天灾造成断线，导致行动基地车全部出动，也是有时间。立委要求数位部甲 NCC 讨论，监视这个期间开放漫游使用，各由政府来出经费。 通讯车这3个临时的处置的方式之外，漫游可不可行？我上礼拜也跟内政部刘部长有联系过了，我们明天就会找内政部跟数位部来开会来协调研商。在动员时期，那个电信管理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这些费用衍生的费用必须由国家来负担。中华电信提醒，专门使用漫游会造成另外一种通信塞车的可能性。2个交流道坏掉。 现在把要上2个交流道的车，通通调到另外一个好的交流道，要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也把好的交流道也塞爆。数位部强调，这摆风灾造成大规模停电，使基地台无法度运作，会协调 NCC 甲业者伫重要地点建立有耐15级强风，甲有72点钟备源电力的高控制基地台，做好风灾准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